明仔载3月18，就是日头花运动10周年。迄当阵的学生甲社运团体冲入去立法院，反对服务部的协议，抗争585点钟。到底日头花运动对即卖台湾产生什么款的影响？稍等的7点半，公视台语大节目《台湾技术铺》，带大家做阵来回顾。这场运动没有结束，我们怀抱理想而来，现在承担责任而去。前前后后24天的日头花运动，伫咧宣讨人民议会意见书了后，参与的学生甲公民团体一个行出议场，结束占领国会议场585点钟的抗争。太阳花运动的出现，所以告诉了全世界说，台湾人并不同意说将台湾的整个经济的命脉，所有鸡蛋都放在中国的一个篮子里面。它算是把过去几年来的社会抗争、跟矛盾、跟社会力就是一次性的把它搬到台面上面来。内容是镇压群众攻占行政院的消息，就随赶到现场。就对我来说，我在现场拿麦克风，那就是承担这个责任。10天过去，当年的参与者安怎来看日头花运动呢？它反映的是当时年轻人对于一个所谓进步社会的整体的美好的想象。在谈318的时候，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些精神？10年过去了，我们脱离了过去一中的所有的这些捆绑，我们迈向世界，做世界的台湾，独立自主的台湾。日头花运动了后，台湾出现第3势力。不过，有更较侪人伫咧无共款的领域打拼，有人专心伫环境议题，有人伫教育界，有人继续推测新义民主的可能性，也是参与国际特赦组织的工作。日头花运动，伊毋若是一场学运尔，这是一场影响更较快、时间更较长的公民运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